OK，好啦，6年班嘅同學仔咧，咁今堂咧，我哋就會講解翻 C24嘅功課部分咧。OK，咁一開頭嘅時候咧，閱讀理解嘅部分啦，咁佢就會係嗰一篇嘅議論文嘅。OK，咁啊，先睇前面嗰個選詞填充先啦。咁佢就話唐太宗使唐朝變得十分繁盛，成為一個乜嘢嘅君主，為後世歌頌。其實最大嘅 tips 咧就喺後面嗰度啦，佢俾人歌頌啊嘛，後世都歌頌佢。咁即係話啦，OK，佢個名聲延續到後面其實都係好好啊。OK，咁邊個四字詞係形容緊一個人佢嘅名聲好好咧？好，咁有個四字詞咧叫做流芳百世。OK，喺我哋嘅第三段嘅最尾嗰行。OK，呢個四字詞嘅意思咧，即係指緊啊一個人嘅美名啦，可以流傳到後世。俾後世嘅人咧都能夠稱讚佢啊，歌頌佢啊，咁我哋就叫做流芳百世啦。OK，咁我哋一齊寫翻低佢先啊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睇第二題啦。OK，佢話雖然姐姐已經耐心地勸說弟弟找緊時間溫習，但依然乜嘢咧？好啦，睇下先。佢呢度有個轉接詞嘅轉接詞嘅出現咧，咁即係話啦個結果唔係自己所願啦。好，本身阿姐姐咧就想阿弟弟可以找緊時間去溫習嘅，咁但係而家出現轉折詞啦，但係依然咁應該佢就有冇溫習啊？冇溫習啦，咁即係話佢個勸說係冇用啦。OK，咁有邊個詞語係用緊話勸說都冇乜作用咧？我花咗努力，但係都仍然冇個結果嘅，咁嗰個咧我哋就叫做徒勞無功。喺我第五段入邊嘅第三行我度會揾到佢啦。呢個詞語意思即係花了心機。但呢，卻沒有成果。咁所以我哋可以將徒勞無功寫翻落去咯。好，跟住啦，佢話池田大作所說的勝利者是什麼？OK，好，咁我哋揾翻啦。池田大作佢出現嘅段落喺邊度啊？望一望先。篇章上面嘅第二段就出現啦。OK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就話：人生好似跑馬拉松咁樣，只有堅持最後嘅人先至叫做勝利者。其實佢句說話咧，其實都好明顯噶啦。望一望先。堅持嘅人先至係勝利者啦。咁我哋睇下先，良好品德唔關事啦，係咪？品德堅持理想，咦有喎、咦但係阿 Sir C 嗰度都有堅持夢想喎、咁我揀邊個好咧？咁我就要去理解下佢本身個意思啦。一個咧係講實現，一個咧係解擁有。咦？咁佢而家講緊嘅係堅持實現去做嗰一樣嘢，令到自己嗰個理想得以成功啊，抑或係我擁有一個理想就算啦？咁梗係要做啦，係咪先？OK，面對困難嘅時候都冇逃避同埋放棄，堅持到底嘅人啊嘛。咁所以啦，OK，擁有一個夢想咧，就唔係佢想表達嘅。堅持實現呢個實現咧，當中係包括咗佢會做一啲實際嘅行動。令到自己嘅理想得以實現嘅，得唔得？OK，咁所以呢度我哋會揀翻 boy 嘅。好，跟住我哋去睇一題嘅段子題。佢話第二段最主要係指出啲乜嘢咧？咁如果喺一篇議論文入邊出現段子題嘅時候，其實最主要我哋都要揾翻嗰一個段落入邊嘅乜嘢啊？找論點。OK，咁我哋揾翻個論點喺邊度出現先啊？嚇，喺個篇章上面咧，我哋會見到。
第二段，佢話人生呢 OK，像馬拉松比賽一樣，只有堅持到最後的人才能稱作勝利者。嗱，呢度就引用咗個作家嘅説話啦，咁所以呢度係用咗引用嘅論證嚟嘅。咁換言之，呢度係咪論點啊？唔係論點。咁頭先講咗啦，議論文嘅段子要揾翻個論點出嚟啊嘛。咁論點唔係開頭喎，咁就有機會係啲乜嘢啊？喺結尾啦。OK，好，成功嘅人點解佢哋可以成功呢？因為當佢哋面對困難嘅時候，能夠唔逃避、唔放棄，OK，並選擇咗堅持到底。OK，呢個係講緊啲乜嘢呢？其實佢成個第二段嘅段落呢，主要嘅內容都係講緊成功嘅原因。成功嘅原因就在於啦，喺呢一段入邊話俾我哋聽個論點係。面對困難嘅時候，唔能夠逃避，唔能夠放棄，要堅持落去嘅。咁所以呢個咪就係佢個論點咯。好，咁我哋寫翻低啦，指出成功的原因在於面對困難嘅時候，沒有逃避和放棄，並堅持到底。OK。好，跟住佢就問論證手法題啦。第三段運用咗邊種嘅論證手法呢？好，我哋一齊嚟望下先。咦，佢講咗詩人呀，阿李白咧都深刻體會到堅持到底嘅重要性。然之後咧，由後面開始講咗個故事，可能有啲小朋友都知道啦。哦，呢個故仔咪就係鐵杵磨成針嘅故事咯，咁樣。哦，鐵杵磨成針嘅故事。咁之前咧喺課堂上面，我應該教過同學仔嘅，就係當你見到，咦，有個名人詩人喎，千祈唔好咁心急判斷佢做引用論證先，OK？因為我要睇翻佢後邊嘅內容喎。咦，唔係講緊李白曾經講過説話，或者係交代緊佢個作品喎，而係講緊嗰個名人古人嘅一啲經歷故事。咁如果係名人嘅經歷故事，嗰個我哋就唔叫做引用論證，叫做乜嘢？叫做舉例論證，得唔得？OK，咁我哋寫翻低啦。呢一題咧，正確嘅答案咧就係舉例論證啦。好，第三段入邊，李白從老婆婆身上學會咗什麼道理？咁我哋望下先。嗯，因為得到老婆婆的啟發，然之後有個關鍵嘅動詞，明白。明白後面通常就跟咩啊？跟道理噶嘛，係咪？哦，學習係需要毅力同恒心的，見唔見到？OK，咁所以呢度好簡單，我直接睇翻啦。哦，佢明白咗啲咩道理？咁咪睇翻一啲提示嘅字眼嚟啟發啦、明白啦，係嘛？OK，佢知道啦。哦，原來學習咧唔能夠偷懶嘅，我哋咧係要需要毅力同埋恒心嘅。咁我咪攞到個答案咯，得唔得？咁我哋寫翻低啦，一齊。李白學會了學習啦。是要有毅力和恒心的。
跟住根據本文嘅內容，下列哪項係愛迪生對人類最大嘅影響呢？好啦，我哋望下先，留下豐富嘅實驗記錄，發明世界上第一顆嘅電燈泡，改良電燈泡，延長電燈泡嘅壽命，抑或係發現咗各種耐熱材料同埋植物嘅纖維呢？好啦，咁 A、B、C、D 我哋睇完一次之後，第一件事就揾翻個愛迪生出現喺邊度先啦。OK，望一望先。睇翻文章個內容，佢話愛迪生係改良電燈泡這項偉大的成就。OK，哦，原來咧，電燈泡唔係愛迪生發明嘅喎，第一個嘅燈泡係出現喺18世紀初，但係佢耗電量大，壽命又唔長，好快用晒嘅。咁所以愛迪生就立志改良電燈膽啦。最終試咗1600多次嘅耐熱材料同埋600多種嘅植物纖維，先至可以製造出一個可以燃燒45小時嘅碳絲燈泡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先，留下豐富嘅實驗記錄就一定唔係啦。世界上第一顆嘅電燈泡唔係佢發明嘅，咁所以正確嘅答案肯定係改良咗電燈泡，然之後延長咗燈泡嘅壽命，可以用到幾耐啊？45小時啊嘛，係咪？咁呢個古仔其實講啦，阿愛迪生啊發明電燈膽嘅過程，即係嗰個改良電燈膽嘅過程，失敗咗咁多次，佢想堅持啲乜嘢咧？佢想帶出啲乜嘢咧？好，咁我哋睇下先。文章中間個位置，佢話愛迪生呢從來都唔認為上千次嘅實驗是浪費的，認為佢哋證明咗有千種材料不適合成為燈絲。因為呢一種堅韌而積極嘅精神，令到佢成為咗我哋心中永不磨滅嘅大發明家。OK，咁即係話其實失敗算唔算即係一啲用都冇嘅咧？其實唔係。OK，你諗下啦。佢嘅經歷就話俾我哋聽，失敗其實都係一種成果。嗰個成果係在於啲乜嘢地方咧？呢個成果係在於，OK，為日後嘅成功作鋪墊。好，跟住又係論證手法判斷啦。第五段粗體句子用咗啲乜嘢論證手法？咁我哋睇下先。堅持咧就像沙漠的一朵鮮花，不屈不撓。咁呢個好明顯啦，佢將堅持比喻成為沙漠中嘅一朵鮮花。呢個係個本體，呢個係個喻體啊嘛，即係有個艱難嘅環境入邊仍然能夠開花嘅。OK，咁所以呢個就用咗比喻論證咯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睇後面啦。標點符號部分，參加義務工作有什麼好處？問句字眼啦，咁所以呢個俾翻個問號佢，超級簡單。咁然之後咧，佢話做義工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，給他們雪中送炭。好，呢度我要再間開兩句啦。做義工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，停一停先，給他們雪中送炭。分號。在幫助別人的同時，逗號，自己也可以得到滿足感。句號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喺呢度咯，有個字眼叫做正所謂。之前教過大家好多次，呢個係一個提示字眼嚟嘅，提緊你佢嘅後面會出現啲乜嘢啊？名言古語。咁我哋就預咗啦，OK，要加翻個開山引號括住佢。咁後面嗰句都唔難判斷啦。做人為快樂之本，咁你一定有聽過嘅，學校有教過嘅。咁所以我哋就加翻開山引號括翻呢一句嘅名言落去先，得唔得？好，完咗未？未，因為我哋話啦，我正所謂做人為快樂之本，後面要做翻個停頓啊嘛，加翻個逗號喺度先。我自從參與義務工作後，逗號。
不但比以前開朗，逗號，生活也比以前充實多了，句號完咗佢。咁呢度有個小陷阱嘅，就係有好多同學仔見到個也字咧，諗都唔諗啊，個逗號就擺喺呢一度噶啦。咁但係呢個做法係錯噶嘛？你唔會話不但比以前開朗生活，也比以前充實多了，咁樣好奇怪。佢想講嘅係呢個主語，OK，生活也比以前充實多了，得唔得？好啦，跟住落嚟睇下低段子歸納。嗱，段子歸納個部分咧，有好多同學仔諗住就係話啦，我抄翻個第一句落去咪得咯咁樣。咁其實唔係嘅，我哋要睇埋入邊啲內容，然之後去做歸納啊嚇。有雪山之王嘅美譽嘅雪豹咧，多數生活喺海拔比較高嘅地區。近年因為生存環境變差，人類偷獵嘅行為、食物減少等嘅原因咧，面臨個生存嘅危機啦，被列為瀕危動物。好啦。前半句呢度我哋可以簡單地歸納佢先，因生存環境變差，人類偷獵啦，食物減少嘅部分啦，呢個係講緊佢嘅乜嘢啊？雪豹嘅生活情況唔樂觀嘅，OK，因為生存環境又差啦，跟住又成日俾人偷獵啦，OK，又少咗好多嘅食物啦，咁所以呢度我哋歸納翻佢當時嘅生活情況係點樣，得唔得？雪豹嘅生活情況，專家針對這種情況，我嘅開展咗保護嘅工作。不過，由於雪豹獨居、嫌棲性等嘅特點，人們很難找到它們的足跡，因而缺乏對它們的了解同研究。保護工作亦都遇到好多嘅困難。咁即係話啦，後面嗰度係講緊佢嘅乜嘢啊？保護工作嘅困難咯，得唔得？咁所以我哋揾到有兩個重點啦。第一就係講緊雪豹嘅生活情況。第二就係保護呢班雪豹嘅過程當中遇到嘅一啲唔同嘅困難，我哋要寫翻晒兩樣嘢落去。咁啊，說明文嘅內容啦，呢啲好明顯就係說明雪豹的生存情況啦。OK，第一個歸納咗先，得唔得？OK，由呢一度去到呢一度。咁啊，第二個啦，及保護雪豹工作的困難。OK，好，跟住我哋睇後面啊吓。社交禮儀能幫助你廣結人緣，又係啦，好多同學仔就直接抄呢一句落去。OK，呢個呢，只能夠係話一剔一點。廣結人緣係一個其中一個部分。呢個廣結人緣即係解我認識很多嘅朋友啊嘛。咁但係你睇下後面嘅內容，唔係淨係話識多咗朋友㗎。佢話見到認識嘅人要送上友善嘅微笑同埋親切嘅問好。OK，別人以禮相待要以禮回報。日常生活當中與人相處，可貴嘅係待人謙和、和平共處，能夠令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更美好。咁即係唔係淨係單單我識多啲人啦。亦即係我識嘅嗰啲人，我都會點啊？同佢維持一個好嘅關係啊嘛。所以其實佢最主要講嘅係啲乜嘢？社交禮儀令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更美好，反而係收埋咗喺後面嘅，得唔得？OK，咁所以我哋寫翻低啦，說明。
好，OK，咁我哋呢一版完成咗之後咧，咁我哋睇埋後面啦，斷而變式同埋以詞代義啊，最後一版啦吓。好，今次佢話每個小孩嘅學習興趣、能力同埋進度都不盡相同。以閱讀嚟講啦，有啲淨係中意讀單日嘅題材，有啲就興趣廣泛，中意好多樣嘢嘅，有啲就會覺得困難啦、沉悶啦。不過，OK，閱讀係學習嘅基礎，只有培養好良好嘅閱讀能力，先至可以連結各個嘅學習領域。咁我哋重點字眼睇邊個？不過。因為之前教過大家㗎啦，呢啲我哋叫轉接詞，轉接詞後面係跟重點㗎嘛，啱嗎？轉接後有重點，嗱，呢個口訣應該上堂嘅時候同大家講過好多次㗎啦。咁你諗下喎，學習基礎喎，要有呢個閱讀能力先至可以連結各個學習嘅領域喎。咁即係話其實佢係想講乜嘢啊？係好重要，OK，咁即係想強調個重要性啦，啱唔啱？好，揾翻 A、B、C、D 先，咦係喎，OK，閱讀能力嘅重要性喎，咁我咪揀翻 C 做正確嘅答案咯，得唔得？穿過林蔭小徑，再登上陡峭嘅梯級，終於來到大埔的梧桐寨。見到瀑布高約30米，呈澤長形，係香港最長嘅瀑布——梧桐寨嘅主瀑。雖然不及外國嘅大瀑布壯觀，但足以令人讚嘆。OK，好啦，咁呢度呢，我哋會見到啦，講佢嘅高度、形狀，見唔見到？咁啊，位於大埔嘅梧桐寨，咁即係講緊啲乜嘢咧？講緊佢嘅外形啦，同埋佢嘅位置啦，得唔得？生態旅遊逐漸成為香港人嘅熱門活動。平時生活節奏急促，工作壓力大，在假日接近大自然，呼吸新鮮嘅空氣，認識各種嘅生物品種啦，同埋生物生長嘅特性，係一件賞心樂事嘅。有啲人甚至花唔少嘅時間舉辦生態旅遊團，推廣呢種有益嘅活動。參加人數越嚟越多，而都市人對呢一類嘅活動咧嘅需求係好大嘅。不言而喻，即係唔使講啊。OK，咁即係越嚟越大咁解啦。咁即係換言之啦，我哋呢一題嘅重點咧，前半段就講緊話佢哋壓力好大啦，咁所以佢哋就會去喺假日嗰度接近大自然，OK，認識唔同嘅生物啦，係好令人哋放鬆嘅。咁於是就令到啲人點啊？哇，花唔少時間去搞呢啲團啦，跟住又推廣呢啲活動啦，人數越嚟越多啦，咁樣咁即係個需求越嚟越大啦。OK。好，最後兩題，以詞代義。佢話發生災難後嘅一天，物資仍然在運送當中，只能夠忍受飢餓嘅痛苦。飢餓，我哋祝朋友仔飢餓啊嘛。OK，捱飢受餓，咁咪就係我哋揾到個答案咯。咁呢條好簡單嘅啫，冇乜特別。善於理解別人嘅心意，善於理解別人嘅心意。我哋咁拆嘅時候，咦咁得意嘅，俾咗個答案，我哋嘅善解人意。OK，咁即係話啦，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即係玩以詞代義。其實有一類型嘅題目，我哋就要去留意翻橫線上面，我哋可以拆翻啲字出嚟，去揾個答案出嚟嘅。咁啊，呢啲答題技巧大家要記住啦。OK，好啦，嗱，咁啊，剩低後面嗰啲填充題啦、學習詞語嗰啲嘅字詞學習部分啦，同埋填充嘅題目咧，大家完成埋佢。咁跟住咧，課堂嘅時候有啲同學仔都交咗功課俾我去改埋㗎啦。OK，咁但係如果未交嘅，或者你之後先做翻俾我嘅，咁你記得啦。OK，下次我哋上堂見面嘅時候咧，你俾我去做翻個批改，同埋睇下你有冇去寫翻呢啲筆記就 OK 啦，得唔得？好，咁呢一個 C24嘅功課咧就講解去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